那有没有邀请小 S 或曾宝仪？真的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座位很有限，然后因为我其实也蛮精简的在邀我的朋友，就是说真的常联络的，真的有在交流的才会邀啦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就在暴饮暴食。你的暴饮暴食，你这样会被所有女生讨厌哦。我最讨厌控制体态了。这是你的心里话还是？心里话啊，真的我没有办法忌口，忌不了。那你平常食量大概多大？我一餐的食量不大，但我会吃很多餐。是几餐？很多餐几餐？不是，就饿了就吃。我宵夜就算2点，我还是可以。如果我饿，我还是会吃。对，然后虽然人家拿给我之后，我就说哦，真的很胖哎，那我还是吃。那你每一餐吃的量是很少，导演在那边咬。我每一餐也不会啊，我觉得是正常，是正常。因为我很喜欢吃那种麻糬类的，就是花生的那种麻糬。对，只要那种日式的那种烧烤店，最后甜点有烤麻糬，我真的有一次一个人吃了7盘，我没有夸张。我就想说奇怪，怎么吃我没有感到饱，就可以一直吃，然后再上一盘，我可以一直吃，我搞不清楚为什么。或者要有 surprise 吗？我不是跟他去吃的，我那时候是跟其他的朋友去吃。可是他就算看到，他知道我爱吃麻糬，他也不会管我，对他也不会管我说，哎呀你少吃一点都不会。看他感觉黄子佼怎么会这么爱吃东西的？我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的饮食习惯很不正常，他是会大吃宵夜，吃坚果，就是很可怕。然后他不吃早餐，可是他中饭吃一点点，晚餐吃很多，然后还要再吃宵夜。所以你们两个就是很合，搭配起来一直猛吃就对了。对，可以这么说。那应该是说，等这个女鬼桥好好的宣传完之后，我就会再正式看一下婚礼这件事情。对，现在先把重心我都放在电影的宣传。现在都还没开始吗？有啦，有开始了，但是就是其他剩下一些细节的部分，就觉得还不急着用。我其实蛮工作狂的，所以我就会觉得，好，我们先把工作的事情、想宣传的事情好好搞定。婚纱照拍了。是在台湾拍的。对，省得麻烦。我想看。那有没有邀请小 S 或曾宝仪？真的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座位很有限，然后因为我其实也蛮精简的在邀我的朋友，就是说真的常联络的，真的有在交流的才会邀啦。对。所以你们有预定大概可能是几桌？目前会场能容纳700人。700人。对，700人是很精简。他的朋友很多。那整个婚礼是他怎么被，就是他设计的嘛？因为交杯的点子很多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啦，有请那个展场，就是婚礼设计的布置的像女鬼桥一样。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，我自己觉得很奇怪，就是对我来说很正常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你们不会帮另一半拍照吗？可是女生会，至少女生不会趴在地上。因为我如果把它拍矮了，我会没有面子。原来是这一，重点是这一，重点是为了自己。对，其他人喜欢叫我帮他拍照，对，然后我也觉得很烦，但没办法，因为没有人要帮他拍了，只有我。那可见你拍的效果一定很好，所以他特别喜欢叫你拍。没有，是因为旁边也没有别人。我知道拍戏常常，可是有些东西，比如说像我们这一部有遇到导演说那个灯光突然灭了嘛，还是坏掉，那一场我不在。我之前拍戏有遇过，也是在那种有废墟的场地或者什么，可我就会觉得就是跳电，就是我没有实际上看到他的话，我就不甘心。就是没有实际看到鬼。对，没有看到那个面孔，或是真的让我觉得真的无法解释的话，我就不甘心。我要讲很烂的蜜蜂，就是我唯一最怕的东西就是蜜蜂了啦，其他真的没有。所以连蛇啊什么的你都很怕。当然，如果它要冲向我的话，这是一定会逃的嘛，因为你不认识蛇的品种，它可能有毒或什么。可是如果我只是在那边看到那边有蛇，我不会这样什么的，完全不会。我就有蛇在家里看到蟑螂或老鼠，我都是出来杀蟑螂那个。他养了50几只蟑螂。真的。感觉焦哥反而会吓到。他不
不喜欢我拿着那桶蟑螂在他面前抱。你收集蟑螂？不是收集，就是我养了一个宠物叫做手工，它是爬虫动物这样子，它必须要吃蟑螂，所以我就只好再养蟑螂。